光头，好，我现在就在抢光头啦。是抢光狗，抢光狗，你不是头，你是狗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是要来猜客语字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狗。游戏规则：答题节目组會本下口語團客家詩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嘅用法同意思，因此題就第一分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啲嘅客語係輕鬆咯。華語裡面可能會有什麼狗？哦那人類的跟在客狗一樣語裡面呢，它其實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意思。那我們就先從第一題。大頭狗，太頭狗，台獨狗，台獨狗。太條狗，还是说拍照很可爱，就是那种大头狗的那个？不是狗的滤镜吗？等一下，你这个大头狗表示这个人很粗心，你这个人大头正，觉得自己很红这样。哎，就证件照那一寸两寸，我们来去拍个大头狗。大头狗照。那我们这一题的提示呢是电蚊拍，它会出现在山林里面的。这个山林里面的根本没有帮助，这个更遥远的什么东西啊？它跟这个字面上的是一个很大的反义。大头狗小黑蚊，哎，我也是小黑蚊。璀璨跟戏剧会答对，因为它的本体就是头比较大一点，太条 gale。太条狗，好，那我们先继续下一题哦。三脚太，山里面的昆虫啦，反正它每个提示都一样啊，山里面的昆虫啊，是个动物啊。打猎的人，关关这边是山太子养的狗，这么细微。就是老丑丑的老太太，在很偏僻的地方，就是没有太就是打扮或是什么。好，没有人是接近答案的。我们这边提示，形容动物它很像很凶的狗，或者是有4只脚，所以很像狗。那他会不会在台湾有monkey 啊，猴子，三脚太，他就是抢别人东西。关关应该是不知道，对不不对？知道。好，我们这题一样没有人答对，公布解答。攀木蜥蜴。好难哦，你这个你讲中文我都要问一下是什么。有没有照但片？是客语很常出现哦，就是他会说，哎，你看三脚胎。三脚胎，我们直接先开下一题。抢光狗。也是一个动物吗？我觉得这个是形容一个人光那个日光族、那个月光族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我是对的，听我的。很爱花钱，没有，我是去参加 Outlet 特价的人。要抢掉。然后老板就说：“你们这些抢光狗，抢光啊！”它可以是形容人的状态，然后你可能在班上，或者是你在公司办公室这种小团体里面，都会有这种很讨人厌的人。出风头，还要抢那个老板的光，我要让我的光给我自己抢光。意思是爱出风。抢光头，好，我现在就在抢光头啦。是抢光狗，抢光狗，你不是头，你是狗。抢公狗。抢公狗，好，那我们先继续下一题哦。狗甲乌赢，好甲狗好甲，难哦。而且我已经确定0分了。很爱吃东西，连那个狗都要把那个乌鸦给吃掉。五赢是五赢的这样子，有空吗？我们去吃东西这样。有个动物是有这样的尾巴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。我只是有看过这个。这样答是答案，我看你说话是个尾巴，还不是说它整只哎。好，我们给一点提示，其实戏剧外有一点接近，哦它就是你要想象一下，今天就是看到一只狗张开要咬那个乌蝇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形容这一只狗？在 diary 在减肥，我这整个反掉了。是指说白费力气，没有实际的功效。狗它不是这样，就是他说你咬那么小的苍蝇，就代表你是白费力气，没有功效。哦，就怎么样都咬不到的意思吗？对，我还以为他要吃那么小东西要减肥，哎，好，我饱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念一下，客语是叫甲无影。狗甲无影，汉语班手
上所，歡迎來到我嘅Barbie Box，一瓶 coffee， 有 tea， 還有米，講義講客語。我每日哋喎，日哋好叫嘅，也係好咩嘅。你看我書好奶，做係叫嘅，我當然懂好叫嘅啊。因為要叫嘅懂定一下，因為骨架。還有羅祖先，咩懂好叫嘅哦。當到客家人哦，即兩個叫嘅形容都當到無樣樣嘅事物，根本呀來教大家，兩叫嘅有關係嘅客語。第一，抬頭叫，叫嘅也係水木。我老二講，抬頭叫，發揚到小黑文，係咪當地人講？做乜叫我都抬頭叫呢？看抬頭叫，有一動太雜，有一動細雜哦。一下睇條橋，攏係講話幾輕矮，下巴減一些咧，怎麼減一些咧？哦，真見咧，去睇條橋，見人哋嗚嗚，感覺像看到屁事樣嘅，個睇條橋嘅樣嘅，一早就係睇條橋，當槍叫嘅樣嘅，哇！我咬人，嗰時候開山嘅時節，我記得咯，長夫長秋，我做好，冇我本睇條橋掉。抬頭叫，還有乜嘢哦？同叫嘅有關係嘅呢？教大家三叫太發揚到攀木絲衣，夾嘅特色係乜嘅？夾嘅條做乜樣？硬拜，講到三叫太好，有一視同仁，想看人用蠻長。三叫太暗作怪，看到人就硬拜，咁係按用嘅，同樣係按用創嘅哦。三叫太，一下來教大家唱講叫，唔過兩個叫嘅冇乜嘅關係啦。唱講叫，我冇好按用嘅人，就係當地當好出風頭。特別開會嘅時節吼，人家嘅做嘅報告有冇？明明就唔係佢做嘅，佢就調解一來，佢就講，調解你好啊，你報告我做好咧，我親老嘅唱講叫嘅人，我咧，佢係講解釋我調，我係唔一樣嘅，我係唔會計較，結果我做嘅呢，根本一隻字都冇寫，我親老一樣嘅唱講叫。還有一種就係叫甲午言，我曾經有看過叫甲午言咧，其實係錯的咧，你係做乜嘅？有奇怪嘅用糖都跟牙齒嘅聲音，就是原來吼叫甲午言，哪有可能？佢拍做工嘅意思啦，根本就冇可能嘅事情啊！叫誒，哪有可能夾到午言咯？比如講吼，春殘白。明明吼就動位大做班，一下同我講，我同我學嘅唱歌嘅，我看咯叫甲午言，哪有可能？叫甲午言，下課。好，那我們從徐秀華這邊來開始選一個剛剛學到的詞彙，然後你要演繹它。啊，出導演的風頭，偉大殺星，有吧？這個演這樣子，好，演完了。我就咬，對不對？好。睡覺的時候吧，就是那個快睡着了，有吧？或者是拍腳拍手，因為他很煩。